这几天，吹东空西半部的空气较未流通，污染物嘛积条咧。包括9个县市和环境部嘛开设防治指挥中心，包括北部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甲金门，空气品质拢是红色警示。可能要等到后礼拜二吹东北季风，这空气才会变较清。为台北市先之岩往北来看，哪的天有一层明显的污染物；为碧山岩往南来看，更加会当看到规个台北盆地大里瀑布当中，台北101嘛看无啥清楚。空品无好，台北市27号就启动紧急应变，全台湾总共9个县市成立防治指挥中心。环境部嘛，3年外来第一届来成立中央指挥中心来应用。由于最近这几天垂直扩散的能力变差，所以我们所排放的污染物大多集中在我们基地表，所以导致这一次的现象。中南部礼拜5下早嘛是一片红记记，到中昼11点有10个测站来到对所有族群无健康的红色警示。各县市加强执行查核工厂、道路洗扫、查柴油大客货车等管制。不过，这届敢若是特别红色警示测站增加，除了境外污染，加上本土的污染，是不是跟最近提悬空品标准有关系呢？做了一个标准的加严，所以在应变上面，我们的规格也就加严，所以来保护民众健康的工作，等于是我们来持续推动。今年开始，空品指标加严，指标污染物 PM2.5的红色警示标准是为达立方公尺54.5微克，降到50.5。各地要继续精进空污的防治。监督署有报，扩散的条件歹会继续到礼拜6、礼拜日开始慢慢改善，但要到后礼拜2东北季风报道，空品才会明显转为普通等级。公司新闻林俊文配合做曾志成台北报道。